我们现在介绍第26届里监事候选人。好，现在他们都排一排在这里。那我念到名字的，请你站出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南区理事王淑梅女士。好，请大家安静好不好？王淑梅，我想大家会记得她哈，一定该上当那个提袋，或上当那个小狗，会记得哈。哎，罗霞英，好，再来下一位。这王淑梅是连任哈，伊今麦佫继续后任的，过来。林元昌。好。林元昌也是连任。林元昌目前是我们的会计小姐哈。你看伊的面拢有足侪钱啦吼，这交钱拢找伊就对哈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李明珠。这李明珠，我想大家拢捌吼，伊是长辈会，跟咱长辈会同生死啊，共患难哈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施英勤，也是连任。施英勤连任，这个少年的啊，还未结婚，咱嘛通甲替伊做媒啦。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哦，下一位是我本人最吵的。也是连任的哦。好，过来黄晓玲在不在？啊，嘛不在，咱看伊的面就好哈。这里嘛是咱是新会员，不拢一直给咱参加咱的志工团队去帮忙哈。罗夏一，过来。罗歌信。罗歌信在长辈会也是混了好几十年哈。元老级。元老级的啊，非常非常关心我们长辈哈。好，过来，那个小胖。这个是北区的王英英。王英英。这也是元老级的。元老级，就多谢以前做无出来，咱的志工团队今麦开始要出来服务，多谢。好。陈宝忠是连任的。是连任。咱来真感谢哦，这招波拢唔出来，咱这唯一的一个男生哦，这理事团队唯一的，那是监事所以招波有影爱检讨哦，谁啊招波出来，恁袂当出来哈。过来，咱有2位吼，今仔日参加这个下晡小爱兰的音乐会，所以今仔日练唱，有特别甲我签法吼。所以林玉哲他是以马内利长青学院底下辅教的，搁另外一个黄桂华也是以马内利长青学院，我想大家拢对因2个真熟吼，是北区。好来，王晓玲出来，站在这边，站在这边让大家看，这是王晓玲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监事。监事何启忠。好。咱这个缘投的乌衣裳已经90几岁啊。继续拍的。所以 Winston 你要向他看齐，不能退休，要跟他一样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北区的监事。温妮。蔡张淑梅。蔡张淑梅嘛，就过来。北区的报名拢已经给咱付钱哈，多谢淑梅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全部来跟大家一起来跟大家鞠个躬。我们下个2年的新理监事团队都在这边，所以你嘛会开始地方讲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好的跟你叨叨者，因不好的我叨拢无要紧哈。我们这是一个志工团队哈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拍手。